嚟自香港嘅早晨，唔係睇下球王究竟今年係咪要跟翻呢個套路？藍白色喎。咁啊，當然啦，美斯準備就緒啦。咪而家先聽一聽。翻譯到嚟中文咧，就係讓勇士的血記載在這。希望要原班人馬完成呢個衛冕之旅。阿根廷變動啦，艾馬特暫時睇落去咧就並非右嘅翼鋒位置嘅，都好快會出場噶啦。美斯揸角度一射，真係好少啊！馬達利佢擺態點樣可以解構到阿爾及利亞一啲嚴密？今屆賽事就呢個轉身幾乎過到啊，但係俾迪保羅偷到，美斯以1敵2起標，咁啊即係都要12,000港紙啊！可能美斯轉身左腳射，一避得好靚嘅美斯嘅食。經過上屆世界盃之後啦，麥卡利士打同埋安素啦，亦都水漲船高啊！麥卡利斯投得比較後嘅，係咪？再撩落嚟彈翻俾你，美斯禁區邊緣左腳切埋嚟。6000幾名球迷嘅球場啊！比上一屆好咗好多。之下咧會係有好大壓力啦，又或者係有唔同嘅主力受傷，到個手轉攻嘅機會。美斯保護住個波，隔離有迪保羅幫手。入世界盃嘅決賽能夠贏到冠軍，跟手呢邊搶到龐正冇舉旗。好啦，美斯再嚟多下，但係咁藍衫嘅咧就係麥荷美斯球隊啊，堪薩斯城酋長嘅球員，能夠解圍，但係麥卡里士打嚟啦，甩手美斯錯，美右腳燙翻個。麥卡利士打去咗利物浦啦，安素法蘭迪斯依家亦都係效力車路士。但係美斯又有機會喎，美斯入到禁區頂，左腳射，哦，是但。後利恩亞華利斯送過嚟，美斯立一立，哇！會太猶豫啊！佢嚟左手邊有個疊牙，俾美甸拿，再俾翻美斯，美斯禁區頂，美斯機會。選擇咁啊，但係力高根沙利斯足球史上第3位，咁啊，斯朗拿度當然係科威特嘅艾木。